今个介绍是要来看到千担万担真无简单，担到国宝级的歌戏天王杨丽花上新的作品《忠孝节义》。这个月24日要上场，为了要感谢买将，为明仔载起拜到拜五暗时8点，咱台视先播出过去杨丽花歌戏上届出桥的舞台剧，予买将来笑念。忠孝节义团队嘛来到各大商圈市啊来落街拜扫宣传。这凭制作人陈阿兰搬路布，新骑白马，互人看到伊的气势，也个办头。 退卡上马，卡手真溜俩。杨丽花歌戏《忠孝节义》执行制作人陈阿兰变做吕布，骑白马，气势真有办头。这一套服装呢是杨阿姨在1991年吕布穿着的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在1997年呢，她也让我登上国家殿堂，也是国家剧院演相同的角色，所以这套衣服我也穿过。那这可以说是宝了。买将日的现场支持赞声杨丽花歌戏《忠孝节义》团队车八闹热来到台北市西门町宣传。新历9月24，《忠孝节义》正式播出之前，为了要感谢买将，朱心搁再定制作试出过去捌伫咧国家戏剧院上场的舞台剧，有吕布倚条绳、双手陆文良，也有梁山伯倚祝英台、丹心救主。为新历9月70日拜到拜五暗时8点，台视频道先播出。执行制作人陈阿兰特别来到台北自由宫，祈求妈祖斗保庇，收视开红盘。我们忠孝节义要推出，我相信妈祖应该会知道我们是想要传递忠孝节义的正能量。感谢杨阿姨这个这么大的制作，甲阮这所有学员听秀。我都要领敬老津贴的人，还叫我坐吉普车。很好玩，我就已经很久没有戏剧已经可以像这样子有这么大的宣传。来到街路和买将小酒问，演员大家拢真有气力，期待歌戏作品会当让观众感受到忠孝节义的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